了王老师，向他讨个说法。你要退出？是。不是，我说副部长，你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你要是退出了，我们那么多日常的事务谁来打理啊？我也想帮大家忙，我也觉得特不好意思，我也觉得咱们这个挺有创意的，但是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咱们那个第2条。你说，一个大老爷们往那儿一站，你只能看不能用，我得憋死。你看看我这一脸都。你那没事儿，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就好。这哪是吃中药的事儿啊？这得阴阳调和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现在看上一男的。比我小10岁，一掐一股水，嫩死了。大姐，小10岁你也下得了手？哎，当初那些大哥泡咱们的时候，那也没有手下留情啊。我要在女人最旺盛的时期，好好的绽放。哎呀，我去，什么男的呀，把你迷惑成这样了？我跟你说，我挎着他出去，就像挎一限量版爱马仕。人家抽烟。这样刮胡子，这样躺沙发上是这样的，尿尿是这样的，就连拉屎都是这样。明白。憋坏了，还是你最了解我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人的生理机能，某些器官它是越用越好用，那不用退化了。你想好了吗？这还用想呢？祝你幸福，谢谢。哎，几点了6点半啊？那么晚了，不行，我得回去给大伟做饭了。站住！干嘛？你可风，你不是要找情人吗？你不是要弃养大伟吗？你手耗子你，撂爪就忘。就是我是要找情人啊，可是我找8个情人，我也得按点回去给我们家大伟做饭啊。出息！姐，他是小孩吗？他自己饿了不会找食吃啊。我跟你说，宁可风，你呢就老老实实给我跟这儿坐着啊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哎，你说我在这儿待了1下午，总共来3人，还是3女的。哎呀，空有一身泡妞的本领，可惜自己是个妞。我说嘛，在这么小个房子里面，